開心咧，就叫善友同埋雕哥入嚟同大家打下招呼先。歡迎晒！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我係開燈。票房咧已經達到8200萬啦！多謝大家入嚟支持《尋秦記》。等我哋善友講幾句先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好開心啦，可以再由善友呢個身份再同大家見面。咁咧25年之後咧，希望你哋隻腳能夠係因為我哋而踏出翻呢個電影院嘅。咁咧我就係知道咧，不如呢個消息你公佈啊！你想知咩消息？哦，咁長版梗係要監製咧就話咧要各位觀眾咧大力支持，咁啊推到某一個數字咧就會有一個加長版啦。咁個加長版咧會多20分鐘嘅戲。我梗係知啦，真係㗎，係多20分鐘。咁大家就要冇錯啦，希望你哋大家支持啦，將我哋嘅票房推上去咧，咁啊喺你哋嘅社交網站咧，你哋一陣間影咗嘅相咧，都會喺我哋呢個 Back to the Past 嘅 movie